香港天氣咧又濕又熱，真係好難忍㗎。所以好多時候香港人無論大人同小朋友，皮膚都好容易有濕疹，爆起上嚟啊，真係好痕㗎。其實濕疹咧夏天咧最容易誘發嘅，由於夏天天氣熱啦，好多時會出汗，出得汗多就造成困皮啦，令到多餘嘅水分唔能夠排出體外，呢啲多餘嘅水分積聚喺皮膚，咁就加重咗濕疹嘅病情。咁呢個淮山咧，佢有健脾祛濕嘅作用，食咗有預防同埋減輕濕疹嘅復發。哦，咁我不如試下用一啲新鮮嘅淮山加埋三色椒做一個生菜包，顏色咁靚，小朋友一定好中意啫。首先咧，第一步我哋將新鮮淮山、燈籠椒同埋瘦肉切粒，蓮子同埋鮮百合我哋就浸洗乾淨。跟住將生菜分成一塊塊，小心唔好整爛喎，要盡量保持碗嘅形狀。瘦肉就用生抽、鹽同砂糖醃15分鐘，然後煮滾一煲水，加入蓮子煮8分鐘備用。瘦肉用中火炒熟，再加入淮山、三色椒、百合同蓮子炒勻。加少少鹽調味。食嘅時候不落生菜，包住嚟食。見到都好吸引啊！仲加咗蓮子同百合，呢啲蓮子同百合咧，佢有安神潤肺嘅作用嘅。如果小朋友食咧，可以適量加啲山楂碎嘅，呢啲山楂碎酸酸甜甜，開胃又健脾，小朋友一定好中意食嘅。哦，一家大細都啱食，你都快啲試下啦！